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，释法折言48。或发其愿，立志当缘。夫可行中幻境之谦，而志步不前。至于顶峰之事，勿以半山摘叶攀之，为化成之品而留其步。如是之行，终无所愿，焉得绝顶之峰也？万法如是耳。凡是发了具体的方向正确的愿心之人，立下志向以后，应该让它圆满，应该努力的去争取，把愿望变成现实。千万不可走到中途，拿给中途的幻境牵连，而使你不想前进，处于中途的幻境之中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做一件什么事，那么一定要去争取它成功，不应当说走到中途，看到另外的事情发生，干扰了应办之事，我们就把前面所发生的愿丢了，然后又去重新找新的道路。这样子，你最后发的愿也不能完成，前面的愿也不能成功，就把自己的大事耽误了。比如发愿由四川到北京，要到那里去做一件大事，那么就一定走到北京，千万不要走到西安，然后就停步，也不要走到河南，见到河南有什么好看的东西，赶快停下来就不去了，把时间耽误了，最后北京的事情就完不成了。凡立于顶峰的人，就是说要成功大事业的人，也就是立志要攀登高峰的人，就不能在半山搬枝摘叶，把时间耽误了，也不能像化成品那样滞留其步，走到化成就不想走了。当然，这个化成是佛教一个公案事例，那是说释迦牟尼佛要度一国之人到极乐世界，走到中途，这些人就不想走了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们，前面一个城非常好，走到那个地方，你们就会如此的幸福。大家又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个城，所以就鼓足勇气继续前进，就用尽全身力量走到那个城。结果大家到了那个城就不走了。后来释迦世尊说，这个地方是化城，非圆满圣地，你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停步，必须继续前进，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你们的目的地。这样大家又在鼓起劲继续前进，结果终于赶到了目的地。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在这里告诉人们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做化城而留步，如果做化城而留步，我们最后的目的就达不到，最后就不能攀登到高峰。所做的一切事业，世间上的所有一切成就都是如此，这是一个真理，不能更变的。但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同时还有一句话要告诉我们大家，那就是说，必须定业要正，如果定业不正也是不行的，定业正了就要争取到底，不能行中迁转至步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